Hello，呢個係由香港島揸車港車北上去到寶安機場 check in 嘅最快路線，全程2個半鐘。返嘅錢我係可以喺當地最少1晚嘅5星酒店。要提醒大家，為了行程暢順，請務必辦理安裝 ETC。路邊攤對港澳人士來說，可能是個坑，還是到網點辦理吧。ETC 使用很簡單，一查看餘額，二查充值，用手機連接藍牙充值，很簡單的，別搞神要綁定銀行卡了。這是我舊頻道的 ETC 辦理使用指南，如果你還未辦，就馬上去辦吧。因為有 ETC 才能避免堵在收費站。開咗條橋之後，除咗可以揸車去深圳，仲可以搭飛機。反向飛行值唔值得做，真係好睇時間同地點。深中大橋，呢係深中通道啊！就係有咗呢條橋先可以諗一諗咁樣玩法，即係冇呢啲基建，你唔會諗一諗嘅。普通人啊，除非你搞個中港牌啦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深中大橋。北上搭飛機呢個玩法其實一早已經有㗎啦。國際航線一般慳30%，國內其實差唔多。飛日本就白雲機場一般慳30%以上，前提係要加晒所有成本，睇下有冇所謂。無論早到或者早返都要考慮酒店過夜嘅成本。前面嗰架港牌係咪都係衝緊去機場呢？應該都有啲人好似有咁玩㗎喎，2個半鐘到啦。即係如果你即係唔停車唔休息啊，唔塞車，係啊，2個半鐘到啦，係可以嘅。2個半鐘去到，其實全程170公里度啦。咁同我以前加拿大你由舊仔入翻去，係啦，即係去翻機場差唔多時間㗎咋，唔係話爭好多。所以習慣咗呢種模式咧，即係其實你過呢個橋又好，乜嘢都好，其實都方便啦。因為外國通常都係好迂迴噶嘛，啲路冇咁直噶嘛。你嗰啲街就另外計啦，即係邊嗰啲 highway 啊，冇咁發達噶，同埋係即係好鬼亂啊，冇拉得咁直啊可以。咁其實佢已經係盡量縮短咗嗰啲路程噶啦，即係你去珠海又好，去深圳又好嘅。嗱，準備入隧道啦！寶安機場，啱錯，路多數都係限速90嘅啫，唔知係咪？啊，唔係，呢度可以100，係啦，呢度係可以，好多時候都係限速90。呢度仲可以 cut 線添喎，你睇，自由變道啊！我超車啦，大佬！佢行唔夠100，我冇理由喺度跟喺佢後邊㗎嘛。即係其實應該係大家都可以行到呢個，應該係最高嘅速度。呢度就之前俾人話就話上面咧有嗰啲 effect 啊，即係有啲魚啊剩啊嗰啲，但係驚啲人分心掛住睇，跟住炒車，所以就而家暫時唔開住。哎呀，好長啊呢個隧道！呢個上面即係唔開都啱嘅，係咯，側邊有氣氛燈仍然開住。上面嗰個真係好 distraction， 好 distract 咯。如果咁樣 distract 人嘅話，真係好容易出事。佢唔開都啱嘅，我支持，安全緊要。深中通道解鎖，嗱，寶安機場400米出㗎啦。已經喺深圳啦 ，so quick， 2個半鐘已經喺深圳寶安。如果行唔到深圳灣，行呢條我覺得都幾好啊。嗰個收費站，小心，前面有個 cam， 即刻慢返落嚟。搶鞋可以啲。又嚟到高速收費站，可以睇翻我之前關於 ETC 嗰段片。我係強烈建議開車上高速一定要整嗰個 ETC。佢人工條龍都唔算長嘅，但係你冇 ETC 就真係有好多不必要嘅等待咯，只可以講。得翻181蚊 ，OK， 即係佢扣咗70，唔係181蚊係嘛？唔係應該唔係，計錯數，79蚊好似，我睇唔清楚，應該係幾平
79蚊，你搭的士都唔得啦，香港有錢嗰啲唔好提啦，唉真係。我都仲未計停車費，只不過你嘅油費去咗的士司機嗰個 gas 費嗰度嘅啫。當然仲有車資收入啦。睇下先，慢啲啊！我要入啱條線，唉，過埋啲價先啊，大佬。不過可能有好多找棚，小心。唉，過翻嚟先，好煩。T3行爭路 ，Oh my god！全部都50㗎，要小心啊！好多 cam 喎，好似社會車輛，我諗我係社會車輛咯，係咪咧？Baby 俾我 cut 過去啦 ，Baby。我跟導航，唔知啱嘛？希望啱。T3啊嘛 ，T3就唔會衰得去邊嘅，我要泊車。我今次其實唔揾一啲offside parking 啦，因為 offside parking 你又要真係好充裕嘅時間你先可以，就又要搭濕土嗰啲，好搞呢啲嘢啦。搭飛機就搭飛機啦。香港機場就150蚊一日啦，冇錯。跟住係開頭係450蚊啊嘛，450蚊起3日，跟住每日就150蚊啊，冇記錯啊。所以都係打車啦，如果飛超過一個禮拜。P 啊嘛，係啦，冇錯。呢度咧，我睇過100蚊封頂人仔啦，當然。咁你講緊82蚊，我覺得都 not bad 啦。作為一個慳錢嘅出行方法，付出嘅只不過係比較多嘅時間成本啫。P1 可唔可以泊嘅？都可以去。sorry， 都可以去。要讓人㗎。但有一次咧，有個人咧行下又停下，搞到我唔知讓唔讓佢好。有咩俾我入咧？佢俾我攞嚟咯。寶安機場，睇下有冇港牌先，留意有冇港牌車嚟，應該有嘅。我想上一層先咯，可唔可以啊？每一層車位充足，但我只可以落去，唔可以上去嘅，都幾煩喎。即係我要搭呢個，唔緊要咯，落去啦，落去啦。Oh my god！ 睇下，揾個近啲跑嘅就得啦，爭一層啫，冇乜所謂。近航站樓咯，最緊要係近航站樓。呢度係咪 T3嚟？我驚去錯咗。最好有個 signage 俾我，話俾我知邊度係 T3。行前少少，過翻對面就係 T3。行前少少，即係唔好去太遠。呢度咁得。好，跟住揾啲口。呢度好啊，後邊有得整理行李，即係揀啲位咧，唔好咁貼邊，跟住仲可以整理一行李咧，咁就 perfect。兩手太真係。架車有鬼大。好，打針。如果驚唔記得自己拍邊，可以影影個車位個號碼，跟住再影影升降機嘅樓層。呢度就係搭車嘅地方，呢度就係搭扶手電梯，上緊係航站樓啊！哇，好似係上到最高嘅咋。看這個航站樓，挺大的哦。深圳平大湖。
頭先我 check 仲有 Apps， 深航啊，今次就搭深航係 GH， 所以我唔使睇噶，直接去拉過嚟呢度。如果你有好似滑雪板啲超大行李，可以喺呢度寄。我嚟到寶安機場啦，名店真係唔少啊，同一般嘅機場一模一樣。睇條街，哇，真係好大，有啲童車喺度。頭先我仲以為行完嘅咧，我已經行咗一條大直路嘅咧。你睇嗰條大直路未到啊！我仲要再向前行多唔知幾多，先到349啊！哇，超遠！呢度有度好就係你喺度等機啦，你都可以一邊等一邊食下嘢。因為香港咧，你入咗去就之後咧，離開個餐飲區係冇得食嘢噶。即係當然啦，你有個新開嘅麥當勞啦，跟住可能只有個拉麵先會喺度，係啦，因為唔知幾點先有得食啊，係啦，可能臨到先有得食嘅。哦，到啦，好遠啊！好啦，咁我而家登機去北京啦。咁呢個就係喺深中通道去搭飛機嘅示範啦。機票價格可以截屏慢慢參考下。好多人都知國內飛長假喺廣州飛性價比最高。如果你經深中通道去深圳期間真係要去下廁所，咁你可以喺呢個火炬服務區停一停，休息下。如果你係上廣州嘅話咧，就可以停一停呢個中山服務區。Hello，我而家嚟到呢個中山服務區啊，見到嘛？停一停，飲杯咖啡，再繼續。嚟到呢個服務區，一如以往嗰啲啦，有啲扭蛋啦，有咖啡啦，有精品啦，有少少嘢食咁樣啦。最重要係有廁所。喺中間停一停咧，去下廁所，咁你成個車程唔覺得好辛苦咧？好乾淨嘅，好靚嘅喺廁所。咁男廁就喺嗰邊，上樓上啊，見到啊？要上樓上。上啦，仲有運動啦。好，咁高嘅大佬，上到 OK。我終於嚟到男廁，呢個叫中山服務區。服務區個廁所幾乾淨 ，OK 啦，我覺得唔太差。樓上都有嘢食啊，整好晒啲蒸飯。呢個咧，呢個杭州腸，呢個食牛肉麵啊，見到咩？呢個又唔算好大，不過夠用啦。呢度都係去下廁所、拉下筋、買下咖啡咁樣。間 Starbucks 喺度，下邊有人賣啲當地產嘅水果咯。所以你問我過完嗰個港珠澳個關，我覺得唔需要咁急上嚟，又有嘅一出嚟，哇！有玩具啊，有玩具啊，有按摩椅。因為咧，如果你仲有幾十公里行咧，我都建議你一路上，一路行到去公路旁邊先好停低入油休息，即係好似去啲休息站附近有得入油。因為啦，你耽誤咗自己行程，同埋你嗰個入油同市區啲燈位停好鬼耐，所以我唔建議。即係如果可以嘅話，我覺得盡量用到當油係冇晒先好入咯，盡量係咁。除咗等燈位咧，你去油站咧都有機會要排隊嘅，所以其實好着數。最好就係好似咁樣啦，去到啱啱好停低公路旁邊，咁喂，喂咁快嘅，入埋油，爽啊！照啊，揸文。以上就係我呢次探索深中通道廣深機場新路線嘅反向飛行心得。對於你嚟講，節省時間同金錢，邊個更加重要呢？或者你有冇其他更加獨特嘅跨境交通體驗呢？你可以喺評論區話俾我知，我好想睇下大家嘅想法。好，下回見，ciao。